大家好，我係 2B 班嘅林希晨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本深刻而引人深思嘅書《遺憾修正萬事屋》。呢個故事圍繞住一個遺憾嘅修正師，佢嘅工作係幫助一啲俾遺憾折磨嘅人行入神秘嘅萬事屋。喺呢度，顧客可以修正自己過去做出嘅每一個決定，而且機會只有一次，試圖重新獲得失去嘅機會。修正師嘅任務首先係剪斷嗰啲纏綿不斷嘅絲線，象徵住過去嘅束縛，然後讓呢啲絲線重新交織，編織出迥然不同嘅人生。然而，呢個過程並唔係好簡單㗎。每當顧客做出一啲新嘅選擇，過去嘅影響並唔會完全消失，而係以另一種嘅形式存在。顧客們喺修正後發現，遺憾並唔會隨之消失，反而係與佢哋共存，成為人生旅途中嘅一部分。書中有一個特別嘅角色，胖子客人。佢喺大學畢業嗰陣時，因為冇勇敢咁去約心儀嘅對象而感到遺憾。修正師幫助佢修改咗人生嘅選項，令佢可以勇敢咁樣邀約意中人共進晚餐。對方欣然答應，但係許多年後，呢個女仔仍然都係淨係當佢係朋友，而佢呢就因為保護嗰個女仔而成為殘障人士。呢樣嘢令我明白咗一子錯，滿盤皆落索嘅道理。一個小小嘅決定都可以引發巨大嘅變化。喺閱讀完呢本書之後，我深刻咁樣明白，人生唔係處處都可以達到完美，而人類本身亦都唔係天生就係完美嘅。正係因為我們所經歷嘅種種遺憾，先成就咗而家嘅我哋。呢啲遺憾亦都好似生活中嘅印記咁，雖然有陣時會折磨我哋，但係佢亦都喺無形中塑造咗我哋嘅性格同埋價值觀。每一個選擇，每一次錯過，都喺我哋嘅生命中留下咗不可磨滅嘅痕跡，而呢啲痕跡見證咗我哋嘅成長同埋掙扎。遺憾並唔係失敗嘅象徵，而係成長嘅一部分。佢讓我哋意識到，其實生活中嘅美好往往係藏在不完美之中。雖然遺憾可能伴隨我哋嘅一生，但係佢同時都係我哋活過嘅證明，即係好似一幅畫咁，色彩嘅深淺交織成一幅完美嘅畫面。遺憾使我哋嘅故事更加立體同埋真實。因此，我學會接受不完美嘅自我，將遺憾視為人生旅途中嘅一部分。呢種心態令我可以更加從容咁樣面對未來嘅挑戰，珍惜每一個當下。畢竟呢啲瞬間先係真正嘅生活。最後，我想強調，呢啲遺憾雖然冇辦法避免，但係我哋可以選擇點樣去面對同埋接受佢哋，讓佢哋成為我生命中最寶貴嘅資產。呢個書唔單止係一個故事，更加鼓勵我哋要珍惜當下，理解過去嘅每一個選擇都係成長嘅一步。多謝大家嘅聆聽，希望每一位同學都可以喺呢本書入面揾到自己嘅心靈共鳴。喺人生嘅旅途中，我哋難免會遇到各種嘅遺憾，但係呢啲遺憾唔需要成為我哋嘅負擔。相反，我哋可以勇敢咁樣去直視佢哋，將佢視為成長嘅契機。每一次嘅挫折同埋失落，都係自我反思同埋蛻變嘅機會。讓我哋都喺呢本書嘅陪伴之下，攜手面對過去，以更加堅毅嘅姿態迎接未來嘅每一個挑戰。多謝各位。